第一章，脆弱嘅時代。第一課，物質豐富之後嘅精神貧血。喺呢個時代，心理問題正日益成為好多人無法迴避嘅困擾，唔單止影響個人嘅生活素質，仲不知不覺咁蔓延至家庭、社會各個層面。現代人背負嘅心理負擔似乎比以前嘅人更加沉重。作者索達吉堪布聽過有個細路連續幾年朝早唔願起身，拒絕同外界接觸，心裏面積埋好多解唔開嘅情緒，甚至喺高考咁緊要嘅關頭，佢仍然選擇以激烈嘅方式逃避現實，用呢種方法嚟抵抗外面嘅世界。同以前相比，我哋嘅生活條件的確好咗好多，唔再着修修補補嘅衫，食住行都方便咗，但同一時間，內心似乎仲難以安寧，焦慮、浮躁同成日覺得好攰。好多人表面上一切正常，工作、社交游刃有餘，但內心可能薄到好似蟬翼咁，一拍就碎。作者曾經睇過一則報道，有個留學生嘅屋企人因為喺柬埔寨遇到戰亂，全部都不幸離世。之後足足4年，佢冇再開口講任何嘢。當人承受巨大打擊，但又冇辦法面對同釋懷嘅時候，內心世界可能會慢慢封閉，直到徹底崩塌。美國社會一樣面對緊唔可以忽視嘅心理問題，特別喺911事件之後，政府投入咗好多嘅資源，為好多家庭安排心理醫生上門提供疏導服務。相比之下，作者住嘅青藏高原，心理疾病到依家都冇成為普遍嘅現象。就算遇到災難，人往往表現出好強嘅心理韌性。點解會咁呢？可能係因為藏地無論有冇受過正規教育，好多人細細個就已經浸淫喺一種植根生命深處嘅體會。人生本來就係無常，面對無常，生命裏面嘅失去同困難，人一早就有某種心理嘅準備，明白世事唔會永遠順遂，變化隨時會嚟。所以當變故真係發生嗰陣，反而更容易從內心去面對、接受。玉樹地震之後，作者去過災區，當時嚟咗好多心理支援團隊，有北京、天津嘅醫生同作者講，我哋參與過國內外好多次災後心理干預，包括汶川地震，但喺呢度幾乎揾唔到需要專門做心理疏導嘅人。聽落可能令人驚訝，但呢件事正正證明人需要一種同無常共存嘅智慧。喺藏地，好多人甚至未聽過抑鬱症呢個詞，直到近年編寫詞典，佢哋先創造咗藏文新詞多才爾嚟形容呢種狀態。但提起呢個詞，唔單止後生仔覺得陌生，老一輩直頭冇概念。可能就係因為呢類問題喺藏地根本唔常見。抑鬱、自閉或者其他心理困擾，追根溯源，好多時都同對我嘅過度執着有關係。執着我嘅感受、我嘅屋企人、我嘅財富、我嘅地位。一旦呢啲執着遇到挫折，人就容易覺得世界崩塌，好難面對現實。作者去過北京嘅一啲學校，唔少老師提到，依家有抑鬱傾向嘅學生越嚟越多，校園入面輕生嘅事件時有發生。學校為咗加強防護措施，
甚至喺走廊加裝安全網。但當內心陷入絕望嗰陣，有形嘅網未必攔得住想死嘅心。呢棟樓跳唔到，可能去第二棟樓跳。呢班孩子嘅痛苦真係令人心痛。好多人喺極度無助嘅時候，可能都閃過類似嘅念頭。所以我哋必須從根源上揾解藥。針對內心嘅痛苦同困擾，世界各地發展出好多唔同嘅心靈療癒方法，呢樣係至關重要嘅。因為真正嘅療癒，終究係內心嘅療癒。正如有一句說話講，治心才是治病，治身並非治病。安頓好心先係根本，僅僅治療身體，往往係無法觸及問題嘅核心。